大家好，我係藍經理。今日有位客人揾我做 Elance 2.0，眼光唔錯喎。咁啦，帶你哋去睇下成個接待過程。Hello，呢就係李小姐呢邊啊。你自己有冇啲咩特別睇法想去改善？我就想塊面可以提一提升，跟住想淡化下法令紋。呢個情況嚟講，Elance 2.0都幾啱你用噶。例如好似你呢啲淚溝位置，可以用細分子去做。因為 PC 又冇咁硬，但係如果外框你想提拉嘅話咧，外框都可以用一啲大嘅分子嚟做到提拉嘅效果。因為入邊嗰個球體比較大，會比較適合做支撐。鼻基底呢個位咧，就要由我哋嘅專業團隊去評估一下適唔適合。法令紋首先要做提升，我哋會喺蘋果肌嘅高光位過度幫佢托上去，跟住額頭嗰啲位都可以做少少。咁整體嚟講，成塊面都會向上提，鼻基底嗰個位再做少少。不過我想再了解多啲，你之前有冇喺塊面度打過針或者做過手術？我睇到你個淚溝應該係打過針。淚溝同嘴有打過，鼻基底做過手術有假體。你意思係你鼻基底入邊有假體？做過手術有假體嘅位置，一般嚟講都唔建議再打填充劑。如果喺假體附近打填充劑，個假體都有機會發炎。不過我哋今次唔會直接打喺鼻基底，對你嚟講，就算打喺鼻基底，未必會影響效果，因為你蘋果肌下垂呢個問題會更加有效果。呢個就係證明呢一盒係第一次查詢，可以確保貨源係真嘅。Later，好明顯啦，蘋果肌呢度好咗好多。你見到成個法令紋都已經提上去，淡嘅，兩邊面都向後收嘅，咁成個感覺都少女咗好多啦。記住未來3至5日唔好做啲咩焗桑拿啊，或者劇烈運動。呢啲膠原蛋白正常應該係2至3個月開始支撐感會更加強。好啦，拜拜，下次見。